爸爸本身是台湾人，只是从小就过世了。然后妈妈在马来西亚的话，也有经营一个台湾餐厅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是蛮大规模的，然后全家人就是一起工作，一起努力这样。然后直到我长大之后，妈妈就会问我说，有没有想要回台湾？对，因为她就会问我说，有没有想要回去看爸爸以前住的地方，是不是我想要居住下来的地方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啊，我就来看看。然后在这边念完书之后，然后又再回到马来西亚，再回到其他的国家，发现说我还是会想念台湾，对，所以觉得那应该台湾就是我想居住的地方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打算把马来西亚的料理带到台湾过来。我们的店会名撒样，是因为它代表着爱，还有亲爱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想要把我们对我们家乡的料理的这个热忱带到台湾来，最主要就是觉得台湾人虽然说就想要带给一些还没有出过国，他们没有去吃过东南亚料理的，想让他们知道那边的味道，或是那些已经去过了，他们会怀念那边的家乡味的那些台湾人，所以我们就带过来。还有尤其是台湾的游子们，还有马来西亚，其实也蛮多的人都定居在这边，所以想要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才打算说把我们马来西亚的料理带过来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都运用很多当地的食材，因为食材这方面对我们来说其实蛮难的，所以我们很多都是要从海外去空运啊、海运过来，或是自己还要特地回去再买一趟。可是因为我们很注重那个品质，一定要是从马来西亚的东西，它才会有马来西亚的味道。对，然后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13州的菜色，每一州都有不同的菜色，它的特点啊，还有海鲜或是肉类或是香料，其实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是把这13州都带出来给台湾人试看看。我们第一道玻璃丝就是 Perlis， 它因为靠近泰国，所以我们就使用白东洋海鲜汤，就是为这个地名的一道主菜。然后它因为泰国那边大家都喜欢吃酸辣，这样也比较开胃，所以这个白东洋是使用很多新鲜的香茅，还有新鲜的材料去熬煮而成的一个海鲜汤。然后我们的第二道就是咖喱鸡佐黄姜饭。是因为吉打州科达是稻米之乡，所以那边就是出产很多好的优良品质的稻米。然后姜黄呢，就是搭配稻米，再搭配我们的咖喱鸡，它这真的是很好吃。第三道是霹雳，就是 Perak， 那边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第2大的州，所以就是地广人稀，然后畜牧业比较发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以人当牛肉饭来当做这一道的代表。第4的就是森美兰 （Sembilan）， 然后我们的主要的餐点是怪味三鲜，是因为那个地方靠近很多港口，所以就是以海鲜为主这样。马六甲是个文化融合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以沙爹肉串，然后香茅鸡肉丸，还有蔬菜咖喱去代表这个娘惹的料理。第6道就是雪兰莪，是我们的首都吉隆坡所在的这一州，因为每一州的人都会聚集在这一州，所以我们就以拼盘去代表。第7道是我们的吉兰丹，也是我们的农耕地，所以我们就以香辣碎肉茄子来代表它。第8是彭亨，因为金马伦就在这一州，金马伦是马来西亚一个盛产蔬果跟花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以五木佐腰果来代表。第9道是我们的 Terengganu， 就是登嘉楼，它是以捕鱼为生的一个州，所以我们就拿旺来薄荷鱼柳跟花枝来代表。我
们柔佛是盛产凤梨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是以北干凤梨炒饭佐辣鸡片来代表它。第11的槟城 Penang 就是一个美食天堂，所以我们就以各式不同的小吃来代表着它。然后我们的沙巴沙劳越就是马来西亚的度假胜地，我们会以不同的创新的海鲜料理或是肉类料理来带给大家惊喜。马来西亚就像火锅一样吧，就是什么料都会在里面，里面有什么人都有，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人或者去到什么地方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，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到不同的语言，对，就是一个互相尊重的。你既然他们来到你的这个国家，大家就是互相尊重，互相要讲彼此的语言。我们文东里有非常多的特色餐厅啊，有日式的，有这个马来式的，然后也有欧式的。而撒样呢，它是一间东南亚的创意料理。对，撒样这个意思在马来西亚话就是爱。这间那个餐厅的老板 Wendy 他们想要用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爱，让大家知道他们对料理的热情。我们在去年这个圣诞节12月25的时候，有举办一个文东绿叶蛋的活动。我们那天是跟这个涂鸦壁画，然后街头艺人，还有这个慈善的摊位义卖做结合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在撒样这边，我们有一个街头艺人的募款舞台。对，那时候蛮热闹的啊，我也在这边献唱了一曲。对，他对我们社区的发展还蛮支持的。我蛮乐于见到这样的心理。我们今天谈到马来西亚的华人过新年啊，那大家都会在家里家家户都会准备一些喜盒，喜盒里头就会有类似这样子啊，有一些桂圆，这个都是一些好意头的食品，糖果，还有一些那种干果类的东西。接下来大家都会买大量的柑橘啊，柑橘，凤梨是每一个家里必备的，不管是有拜拜没拜拜，都会把它当做一个翁来，这是我们大家喜欢这个字的意义。还有肉干，也是大家最爱购买的肉干。马来西亚肉干跟台湾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味道的问题吧。还有这个年糕要经过13个小时的蒸除了这个13个小时以外，我们还会用那个香蕉叶去包它，所以这个功夫是很深刻。现在渐渐的越来越少，有这种会做这种年糕的，都是买那种科学的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叫鸡蛋糕。大家都会喜欢这个鲤鱼，因为也是取它那个年年有余那个意头。还有蜂窝饼，蜂窝饼是不管马来西亚的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都会做，可是他们就是味道是有一点不相同，是因为每个种族它会教会自己的味道和原料下去。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龟邦吉，龟邦吉
这名字是马来名字，所以这个也是娘惹的那种糕点之一。那我们都有一个木质的那个模子，所以大家就把那个这是薯粉做的，所以会把它放在那个模子里头，然后慢慢的敲，所以再去经过烘烤。接下来这个是绿豆糕，青豆就是那种也是有面粉，也有那个青豆，还有一点点的糖，然后也是用去烘烤。大体上马来西亚的糕点都是以烘烤为主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花生饼，还有这个是最受大家喜爱的龟咖饼。龟咖饼它的外形做着就像着爱情的信，所以我们的英语都叫它做 love letter。那是因为它制作辛苦，可是大家都每一年到了10个小的时候，很辛苦，不做了。可是年年还是做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它。这个就很特殊，这个是1年1度的慈菇饼。慈菇就是一种薯类，然后大家都把它切细了，然后泡水，再经过调制，就是也是要去油炸，所以慈菇饼大家也很喜欢。华人在马来西亚是算是很辛苦的一族，所以除了过年过节大家都能够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剩下的时间大家都是在外面打拼闯天下，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新年的意义。不管多辛苦，大家都回到家里头会聚会，尤其是除夕那一天，多遥远都会赶路回来这样子。这是华人在马来西亚过年的最感到兴奋的一件就是捞生，这个也是广东人的习俗。捞生捞上是起义于越捞越生，越捞越旺，就是一个做生意啊，不管是在外面职场的话，就会越捞的意思就是越赚越好。来，我们开始用这个红萝卜丝。接下来就是中间的白萝卜丝，这个鱼生大概有18种的材料。这个是白萝卜丝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放，这个是瓜缨，瓜缨是用木瓜丝做成的，有经过那个香蜜健酱调味过哈。这是叫桥头拉牛，Q 那个也是一个广东话，就是说好芋头，对。然后那个姜丝，白姜丝，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都是芋头丝，用芋头做整个是稍微有经过那个食用的染料啊，这是青芋头丝，还有就是红芋头丝，再来就是黄芋头丝，所以叫去彩啊。所以再下来这个是马铃薯，马铃薯也是炸成这种细细的，所以为了它口感会更好哈。再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卜吹，它也是用一个面粉做成的，经过这个烘焙。接下来我们就会加，把这个通常鱼生就是用生鱼片，我们讲的是鲤鱼，雷湖，所以都是可以生吃的。
可是现在人为了要更丰富的话，会加上不同的材料，就像这个是包贝，也可以放什么海芦笋啊，放鲍鱼，当然鲍鱼就吃的丰富一点啊。这个就是熏鲑鱼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吃了会怎样，熏过的。通常生鱼片的话就有一点担心哈。好，再要加上芝麻，加上花生。花生也是要剥皮炒过，都是要自己做的，这样子会味道还会香。只要是买外面的花生，会有一点那个过期啊。来，我们的还有这个橘子哈，这橘子也可以，通常都是有人想加酸、加辣啊，不是加酸，就是让它味道会更好，所以都会加。当然也是基于它的那个橘子。吉利啊，好，还有一点就是，会放一些五香粉、胡椒粉，还有这一点点，这个就是橘子的那个皮啊，它已经腌制过的，要放在上面。这是一点点哈，调味好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哈，就是要这个鱼生酱。鱼生酱本身就有，除了那个梅酱、梅膏，还有苹果汁，还有那个果酱是那种叫做杏 apricot 杏果酱，再加上柠檬在里头，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蒜油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用的，就是它的味道就起自于这里。要把筷子拿起来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捞得风生水起。然后我的祝福语是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，步步高升，生意兴隆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越烧越高，万事如意，鸿运当头。好，慢慢，来一起唱，财乐，财乐，一乐一个财乐。捞生都会在年初七，年初七就是叫做人日，人日就是人人的生日，所以大家就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弄个捞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越捞越生，对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马来西亚的华人在马来西亚过年的年菜。大家都为了要起一个好意头，都来一个第一道就是五福喜临门，五福临门。刚才我们那一道捞生都已经粉身碎骨了哈，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的五福临门。五福临门的菜通常都会有一个炒吃啊，炒鱼吃，然后其他的配料就是有自己喜欢。假如说我们这个今天的是
黑胡椒鸡片，酸辣花枝，再介绍是我们的撒样的有名的沙爹，还有一个鸡肉香茅卷。第二道就是通常都是用鸡，我们那儿都会有些会喜欢药材鸡，纸包鸡，就不同的鸡种。今天我做的是家里鸡，因为天气冷啊，在台湾天气冷，所以想说大家吃一点辣的话会很开胃，然后都会配上馒头。鸡呢，因为鸡的话我们都讲，要新年要吃鸡，广东的话就是讲说。三该就是说我们的生计哈就会很好的啊，生机对。接下来我们介绍这道我叫它小盆菜，因为它里头的材料不会很完整。通常一个盆菜我们会有12到18种，那今天我准备应该是只有10种，少了一个鱼翅和那个海参。这里是我们自己做的叉烧肉，然后有那个海虾还有的就是干贝，还有这个海螺。以前的人就是因为把生活上很辛苦，所以有什么就吃什么，所以要把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材料都放在里头。那后来就慢慢的把它弄成丰富了，就是特别把它制成一道盆菜，然后觉得吃起来又简单，又不必说一道一道上这样。通常里头的材料有钱就吃得好，那经济要就是什么要便宜一点的，那就吃很多蔬菜，素食的也可以，都放很多菇类的东西。然后这里头的是一只鸡，对，好。福建炒面为什么叫福建炒面？马来西亚有不同的那个族群除了广东、客家、潮州、福建人，当然还有马来西亚还有马来人、华人，就印度人。所以因为食物的多元种族，所以食物都变得很多样化，对。然后福建炒面是福建人，他们觉得说用这样子的材料就是带湿的，他们喜欢吃带有湿一点的。那其他他们都会比较干燥，然后加上一些蔬菜在里头这样。今天我们2道甜点，一个干的，一个湿的。这个是红菇，刚才我人家讲说，加红菇买回菇，那个就是福建话讲说，你吃了这个红菇，你就可以有能力去买那个田地回菇。然后今天我不做红色，是因为我想要天然，所以我采用了那个蝶豆花，这个就是地瓜本身的颜色这样啊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是桂圆白果桂圆银耳羹。过年过节，因为大家觉得说那个天气，还有我们平时都是在吃水果，你看一下里头有白果，有银耳。对，这是银耳，对，木耳就是银耳，对哈，还有那个桂圆，桂圆，对，没错。通常台湾人他们吃了之后，都会回去介绍他们的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朋友，就是说这边有一家这种店，你们可以回来，有家乡味这样。然后他们就回来，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很多都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人，对，然后他们
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报到。对，有些甚至台湾人他们几乎就把自己当自己的厨房了吧，就是一个星期啊有3、4天都会在这边。对，尤其是马来西亚人每个星期都会来。对，因为妈妈的料理就像自己家的料理一样，所以他们会很怀念。高雄的朋友，撒样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 ，Selamat Kongsi Raya。南台湾最强制作团队锁定台南、高雄53万收视户，强力放送广告行销、影片直播、活动规划，就洽 Home Plus 中嘉南平台数位内容中心。